来看新竹棒球场改善工程，外界拢正关心。新竹市政府今日安排美国大联盟的专家到现场勘查，用过手乌白的所在，让专家来了解土埋的关度、甲排水性等问题。因为市政府冇邀请议员到现场监督，率即安排因伫球场的3楼远远啊看，互议员是真不满。 新竹棒球场改善工程持续地进行。13日起，新竹市长高虹安陪受邀请来台湾的美国大联盟政务专家到现场会勘，现场出动小型的怪手开挖白的所在。美方专家踏入去洞内，让土壤层详细翕相记录，要了解土的关度，也甲排水性质的问题，佮伸手摸沙石堆，即届佮挖出好像无路用的手套这物件。 专家嘛，行去外野区去勘查，讲说场边排水沟伤大坑，嘛无斜，无法度自然消透这个设计问题。还会再多花几个洞来看看是不是能够看到实际的排水或者实际的地漏，它比较好判断到底这个施工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个球场的排水是正常可以使用的。下午的部分，我们也会就已经开挖的这个洞呢来进行排水的测试，看看水是不是能够真的降下去。不过，专家巡视棒球场的时阵，敢若市政府团队、土木技术工会，也有营造厂商这代表会当进入场内。由9个跨党派议员所组成的棒球场监督小组，互人安排伫3楼包厢伫观察，无法度听到现场讨论的内容，议员提出抗议。下面呢，在会看呢，完全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哦，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干脆就不用邀议员来了。 主要是针对我们球场的现况，先做一个分析，还有后续如果要成为一个可以打比赛，尤其是安全最重要，说到底接下来要该怎么样来实现这些改善的建议。市政府讲，相关的安排是为了无要妨碍作业流程，勘查资料会阁提供。美方专家必须把图带回美国检验了后，才会当提出完整的评估报告。嘛，互外界持续关心新竹棒球场敢有法度伫明年这棒季 比赛时阵如期复赛。记者综合报道。